镜周刊报道，创作歌手李建轩 Austin 推出新单曲，全部都是你。MV 以情人视角概念呈现，充满粉红泡泡。已经单身2年的他笑说：“我都快忘记爱情的滋味。”在跟导演苏胜维讨论发想脚本时，就因想不出约会梗而卡关。李建轩闯荡歌坛以来，凡事都亲力亲为，全部都是你。MV 从准备道具、租借场地及跑车，全都一手包。拍摄当天，他还兼任司机，开车载着妆发团队去拍片。MV 中精心安排约会，从爱的小屋到浪漫草原吃甜点，为情人送上花束，并情戒指。最后在海边沙滩一起看烟火和满天星光。李建轩表示 ，MV 剧情里的一些约会桥段自己真的没有尝试过，但非常期待能和未来的女朋友来场如电影 MV 情节般的约会，创造美好记忆。最感人的部分是，李建轩穿着一双1万多元的球鞋拍摄时，一脚踩进泥泞。父亲康雷本来想直接送到洗鞋店清理，但又考量冬天天色很快黑，索性拿着刷子和抹布自己洗。只见他独自蹲在河边洗鞋子。后来李建轩发现，看着父亲的背影，眼眶迅速泛红，冲过去把鞋子拿过来自己刷，却被父亲康雷制止。两人抢着球鞋，谁也不让谁。康雷催促儿子赶快继续拍摄，这感人的一幕被所有人记录在心底，成为整支 MV 幕后最美的风景。